果冇做好財富傳承規劃，親人過身之後咧，分分鐘要經過漫長嘅程序，先至可以獲得傳承落嚟嘅資產㗎。喺開始今日嘅話題之前咧，我就喺網上面揾過少少資料，了解到坊間嘅傳承工具，主要係包括有人壽保險、平安紙、遺囑、家族信託、家族辦公室等等。咁大眾面對唔同嘅傳承工具，應該點樣揀呢？今日咧，我哋好榮幸請到兩位嘅嘉賓，中銀人壽市場及產品發展總監魏志偉先生同埋鄧志榮博士，同大家講下咧財富傳承同埋財富係點樣延續去到下一代㗎。兩位好。咁頭先就提到啦，其實財富傳承咧有唔同嘅工具㗎，我哋應該點樣揀呢？喺香港咧，財富傳承咧係一個法律程序嚟嘅，唔單止咧係長民契啊，或者係聯名戶口咁簡單嘅。只要涉及死者名下嘅資產，銀行戶口又好，物業、股票、強積金，咁咧都必須要經過咧遺產承辦嘅法律程序處理，否則咧就涉及咧就係非法處置㗎啦。咁啊，好多香港人又覺得咧係傳承啦，同埋自己未必有關係啦，或者覺得寫緊平安紙啊唔係好急嘅啫，結果一拖再拖，反而令到咧屋企人咧就將來更加麻煩添。咁啊，另一個常見啲誤解咧就係講緊咧信託就一定係富豪嘅專利，咁啊要幾廿億咧先至有得諗嘅。咁啊，其實咧財富傳承咧就唔係淨係你有幾多錢咁簡單，仲要係包括咧你係點樣想保護屋企人嘅利益啦。咁啊，只要你有層樓有啲儲蓄咧，其實你又關心屋企人又唔想佢哋有爭拗嘅話咧，你就應該要考慮呢個傳承嘅工具㗎啦。咁啊，財富傳承咧就唔係淨係寫緊紙咁簡單嘅，係一個成套嘅規劃嚟嘅。包括財產嘅分類啦、家庭關係啦、風險管理、法律文件，咁啊顧及唔同地方嘅資產啊、唔同國家地區，越早準備就越少遺憾啊嘛。其實我非常同意啊鄧博士頭先所講嘅。咁關於財富傳承咧，除咗關心自己嘅需求之外咧，亦都希望為屋企人提供財務保障啦，同埋考慮成個財富規劃嘅問題。咁人壽保險咧，其實可能係比較喺市場上面容易接觸到嘅理財工具之一啦。咁除咗提供基本嘅身故賠償之外咧，亦都可以應用喺儲蓄啊、投資啊、財富傳承啊、資產規劃啊等等人生財富嘅需求。咁人壽保險嘅投保同埋索償程序咧，相對嚟講都比較簡單。咁又有我哋一啲專業嘅理財規劃師啦去跟進，理賠過程方便。只要向我哋保險公司交齊文件同埋得到批核之後咧，其實就可以直接提供資金俾指定嘅受益人㗎啦。另外咧，其實我認為大眾就住財富傳承咧，其實仲有好多地方需要留意嘅。例如兩代人就住財富傳承規劃，其實好少可主動咁雙向溝通，普遍咧都需要透過專業人士去了解兩代人嘅家庭財務需要同埋嗰個傳承嘅願景，同時咧亦都就要就住個人嘅財務狀況、目標同埋能力，充分了解相關工具所需要嘅費用同埋產品風險，選擇合適嘅工具進行周全傳承同埋財富規劃。咁對我嚟講咧，財富傳承唔係話淨係講緊錢啊、樓啊咁簡單嘅，係包括咧將個責任同埋權力打包好交俾後人。咁啊啱啱講咗唔同嘅傳承工具都有各自嘅特性啦。咁啊啱邊一類嘅人嘅需要咧，同埋各類工具又有啲乜嘢潛在嘅風險咧？遺囑咧係最直接嘅傳承工具，咁啊受遺囑條例嘅規管，咁啊簡單啦、靈活啦、成本低啦，適合大部分嘅資產結構嘅簡單啦，或者係家庭關係清晰嘅人士㗎。咁啊遺囑咧可以話係死後一次性嘅生效安排啊，咁啊完成法律程序之後咧，資產就會直接分俾唔同嘅受益人。不過咧，遺囑就冇辦法處理生前嘅資產管理、保護同埋風險控制。咁亦要留意咧，即使立咗遺囑啊，咁啊，如果遺囑嘅內容咧違反相關條例嘅話咧，部分嘅遺產咧亦都會分俾特定嘅家人或者受養人㗎。嗱，咁喺另一方面咧，咁啊信託就好似一個多功能遙控器咁樣樣，咁可以設定咧資產點樣投資啦，係幾時派啦，派俾邊個啦，派幾耐啦，甚至乎跨代咁派法都得嘅。咁啊信託咧就既然可以生前嘅設立啦，亦都可以係死後啟動嘅。咁啊適合唔同地方有資產嘅人啦，仔女未必係善於管理理財啦，甚至想跨代傳承啦。咁啊優化稅務安排，想避免日後咧就話遺囑認證嘅延誤啦，甚至係想保護資產免受家庭成員婚姻或者係債務嘅風險嘅家庭咁樣啦。咁啊信託係一個多功能嘅架構啦，咁啊唔會因為係淨係富豪嘅專利嘅，其實係睇家庭嘅需要。咁啊簡單嚟講啦，咁啊遺囑係類似一個定局嘅安排，
而信託咧就似係一個持續嘅管理。咁啊要留意啦，信託啊法律框架比較複雜一啲啦，咁牽涉設立同埋後續運作咁樣嘅費用嘅。人壽保險咧相對嚟講係一個比較簡單靈活又實際嘅工具。咁除咗提供基本人壽保障之外咧，亦都可以考慮作為財富傳承嘅工具之一。而最大嘅優勢咧就係受保人一旦身故，索償手續比較方便啦，又有專業理財顧問可以跟進。只要向保險公司交齊文件同埋得到批核之後咧，就可以將賠償金支付俾指定受益人，唔使等遺產承辦程序，幫助家人應付開支，減低處理遺產嘅時間同埋法律成本。咁保單亦都可以指定受益人，甚至可以跨代傳承，資產分配咧就更加明確啦，減少家人之間嘅矛盾同埋爭拗。人壽保險唔單止係一份保障，仲可以係一份有溫度、有計劃嘅人生遺產。一講到遺產咧，我諗大家最想係簡單直接咁樣咧，就俾到自己後人啦，避免紛爭噶嘛。你哋處理過咁多遺產分配個案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規劃嘅心得呢？處理咁多香港同埋內地繼承個案，我最深刻體會咧係真正嘅風險咧，唔係嚟自於仔女會唔會爭，係資料齊唔齊全啦，關係複唔複雜啦，咁啊資產清唔清晰。咁好多家庭表面係和諧啦，但係實際情況就係仔女分散喺唔同嘅國家地區啦，有啲係再分家庭啦，有啲係同父異母嘅兄弟姊妹啦，有啲家族企業嘅股權啦唔清楚啦，可外資產亦都冇完整嘅記錄咁樣樣。老人家喺度嘅時候咧，咁啊仲壓得住啦，咁啊大家客客氣氣，一旦離開咗咧，打個電話都未必有人覆啊。再加上咧，香港法例咧係容許未被照顧嘅受養人咧，係根據財產繼承、供養遺囑及受養人嘅條例啦，提出索償。咁啊爭拗咧，分分鐘再拖多幾年，花錢花時間。真正嘅無掛慮唔係靠運氣㗎，係要靠提前嘅整理、資產清單啦、受養人安排啦、法律文件啦、家庭嘅溝通啦、跨境資產嘅合規啦。咁啊越複雜嘅家庭咧，就越需要提前嘅規劃，越早處理越少遺憾啊！啱啱聽到鄧博士嘅分享咧，正正就係印證咗想財富代代相傳，就要選擇合適嘅財富傳承規劃工具。而家市場上面其實有唔少嘅人壽保險產品咧，都有提供更改受保人同埋增設後備受保人選項。保單權益人可以靈活選擇受益人領取身故賠償嘅時間同埋金額啦，按照自己嘅意願將財產分配俾下一代。希望大眾明白，保險唔係終點，而係人生財富規劃嘅一塊重要拼圖。我哋中銀人壽保險嘅角色咧，正正就係想幫客戶砌好呢塊拼圖。為咗家人將愛長存，我哋咧最緊要係提早做好準備。咁最後咧，再次多謝魏志偉先生啦，同埋鄧博士咧，同大家咁詳細嘅分享㗎。我哋下集見啦！喺追求理財實力嘅路上，揾到坐擁龐大網絡、專屬專業團隊同跨境服務優勢嘅夥伴固然重要，而財富之上，更要超越想象，成就更多。品味生活，匯萃非凡體驗，點亮世代嘅眼界，令佢哋睇得更遠，啟迪身心，活出富足人生。攀上耀目新高，從此無界無限。中銀香港私人財富，財富家專業理財服務，成就人生新高度。